爱，今天相对爱，我朋友就抄来讲来个，伊就落注歌啦，落字快乐个落，自由个字，落字歌。讲世人各有志，以我天自然，世间人大家拢各人个选择，但是呢，伊讲我拢偏重自然个，对啦，小学生嘛是好自然啦，哦。我也不输，我也不输了，为王为霸，我不输的，真王真霸，我不输。我也不输了，先稳先先，认真来做，咱就是讲，咱哪怎么做，都认真来做，哦，咱是为先先先稳来受用，咱是为咱做人的关键来做，所以伊个，哦，伊也不输了，哦。先先稳，我也不输了黄金的米哦，从小碗，我嘛无想讲黄金就足济，啊皮啊皮米就足济，我规仓库规箱啊拢换出来，我也不输了家下电玩千点哦千点点，我嘛无想讲我的财产就足济，哦我的产能出去就足济。我规箱家规把工小样，但愿超破一革命，但愿我的厝呢，会当困一个超破就好啦，我会当困落啦。但愿报以上好心，我就拿通钱就好啦。但愿猫目不传天，我希望讲我的厝能破空，未流亡就好啦。哦，有时服酒饮几杯，哦，有时。好书读几篇，有时阵呢，我的酒有意思啦，哦，有时阵呢，好吃其他看，有时散步连月下，我有时阵来连月下散步，有时好花钱，我当时就唱歌，就在花钱来唱歌，随时该讲的。随时拢感觉讲，哦，我人生啊就像幸福安尼，好呀，足方便，心足快，足单，到那时就足简单安尼，到处是好玩，对自己就拢做好一个，对自己就拢做快乐，无言无伤嘛有什么这方面的，嘛有什么咱们来考虑下。快乐是新鲜，那安尼呢？快乐那就新鲜了。如初教育，健康丰盈，那安尼我就怎么样？有过这个人地方面，所以呢，以前这些录制歌就是清代出名，永生大酒，酒先有所写出啊同乡出啊同乡作行动。我以作亲情，用钱的活法，伊讲平时呢，对有用心来有别，这些简单的教人者，对咱用心修炼来有别，这个讲是为我人主义，推门见山，开门见山，表明了伊的先天较大，那是推门。我哋讲伊嘅情义，世间嘅代志看来开一切正面自然嘅用心目标来人世间，你唔使做啥就做啥啦。你打我嘅就好嘅打混混，好可怜所以呢，伊就是开门见山所以看这个世间情义咁发达呢，所以一切都顺其自然。伊是嘅，我也不输了。瞌睡时以用心主流的一份我也不需要所以呢，富贵烟花是富贵烟花，如各山的无言，以精彩典礼为水花之论。对于修行正个人，以奔跑的幻想，修行正个是大家当之一，不是讲我去学堂做个咖啡先生结婚，伊无个幻想。伊无个幻想，因此呢，伊就有推掉
这个款式看看，会这个是，伊因做来看规，伊就不追求这个款式较边哦，所以呢，伊也是贪图奢侈的生活，而不得手段，更不能因为生活新鲜而空生烦恼，而讲为了生活新鲜来空生烦恼。这条可免度可免度生性相见之路是极好的养生方法。三个但愿，加四个有需要，即是清心乖哦，清心乖哦，坚存高雅伊现代政治拢足高雅，而且具体的写照，伊对于物质的生活要求清洁。超破安宁破衣来破心老屋未老规规啊保证，对精神的生活确实有充实，对精神生活都是有充实的，也读经书、好书活下散步花钱游戏乐在其中，我要持续的读册，散步的游戏，消化思意依然自别，身心健康来之外，所以咱来先世间就要说学到大一段时间，先见甲看开，先见甲看开，咱若先拿咱先做人，无会上先会先得所以有一个养生者就是出去人这个方面，讲到天气同天气。你有只就是百外回到底你是受什么人受什么法，你要活动就会这个老先生讲，我无我有一个信仰，我信三不必，三不中三不在，三不中，伊信三不必，信三不必。看开世间看开，就是三不必啊！伊讲第一，先不必养生之道。我从知影讲，然后不必世事啊，不必世事。我来听较紧的，世间的代志百袂几落头，我毕竟也正常天命，所以伊不必被世事，伊就是不必世事。二呢，就是不必生气，二不必生气。三呢，三呢，不必优先，不必优先，这是优先优先级的人的机会，这条线。即摆出来家己，咱的心都是放袂开，什么代志你都会做，什么代志你都会做，放袂开。咱代志啊，囝若出头，伊都会做代志啊，当放开就放开。因为医生有医生的话，咱唔免是医生动脉，较早看这块来讲，所以伊不必世事。世间的代志，若放开就放开，就无看，无你来去做，要继续。从这个环从这里面继续发展。第二讲不必生气，伊嘛唔知代志生，当然唔知代志变，就是讲，从这个生气讲就是讲我就讲讲人家，反正各样嘢有钱，我来讲，我来你叫先生，未来啊，是真嘅，伊就先生啊，做出啲四波去啊。做地方电视台的手术人，伊嘛学了就讲，就咁伊讲，我昨天咱做咧，我就做咧，人家叫你可能毕业起来，我就感谢上帝，感谢我嘛唔知我就是这样来，就咱就是过去，这个时间都完，我唔要话都完了，以前手术了过来面爱做话不一样都完了，你讲我个出来弄来发财。但是，有万的考虑，所以这
最重要咱来看开，能向旁边咧，所以呢，建筑的人有人讲，那唔讲你几岁啊？伊就是安尼，我唔知几年，我唔知几年生，你几岁？唔知就唔知几年生，我就唔知几岁啊。唔係咁嘅，我哋唔會嘅。所以不地有心，你話這個辛苦，你感覺你能單講一件事，你真係會，你能單講一件事，我就很奇怪。所以今天我講你小點，你就下來講我哋整個，這種情況下呢，所以這個頭兩講啊，你現在講，這些都有提供天主權。世界上人講我沒有中心啦，得看多少錢啊，沒有中村我現在提供，是我們提供天主權，現在都啦，也當管是正事，那你要是講我這樣呢，咱個情侶都每天來做，我介紹我以前來做，就到以後我要誠心保守心慚愧，唔是心機推銷不正。技術嘅做成後，天氣亦都不一樣，咱唔使分別。尤其這個亦都不一樣，足重要。到時間後咱來，有些講有的，後啲講有的在。所以呢，就是我來講，然後建築不能了人大相兩年經也好，一年半也好，真的是不能的。建築不能了人大相所以修了。精進修德修心，盼得精進。足簡便嘛，足簡單來講，係樣子。做出來都唔難，做得都唔是難的。簡單來講啊，咱就變講對人咱會，對人咱會。所以對事跟對物要安然處變。安人處境，該記得記，該不記得記。所以呢，不見參見，好化解，先看開，作參見，作參見。我哋講，我以前講過，孔先生在書上講，君主之言，精益修身，強於用言，非當非不言之，非言之無以之外。法出錢啊，才是法。非法非公財，非奸非邪啊。看完就不能認真，相處就不能理想。人們就是以水，必看用路，交通對呀。看不來的萬難，看不來的張卡，我要用路。那兩個，咱今天嘅水平，早嘅說這個時間。這他靠到你給他們去溜了，這我多了很難的呀。知道？對不起啊，怎麼這樣的？世界的內部上比世界中知道做修改後義務，空性引導還要義務，那個我們來回來先看見不話來，這個人的不是人話來。把經常可上路，不是可怕的。就業工業那邊最多多少個樣？已經起懷就講先當會，先向那是橋的，講安尼耍講安尼，先向那是耍講安尼，